知唔知香港大學入邊嘅莊月明樓到底有幾詭異啊？喺1990年嘅元旦，香港嘅報刊同埋電視上面出現咗一則爆炸性嘅新聞，富商李嘉誠嘅太太莊月明因為突發心臟病而離世。事後，李嘉誠因為悲傷過度，便決定喺亡妻曾經嘅母校香港大學捐助教學樓，以紀念亡妻。呢一段故事講到呢一度，應該係值得世人所稱嘆嘅淒美愛情故事。但離奇嘅係，當莊月明樓建成之後，越嚟越多嘅人探訪，竟然引起咗第二次嘅熱議。首先，如果你喺高空俯瞰莊月明文娛中心，你就會發現建築嘅外形好似棺材形狀一樣，頂部嘅弧形設計神似棺材蓋，白色嘅階梯同埋噴泉組合，形似墳前嘅香爐。而有部分人聲稱，噴泉所噴出嘅三股水流象徵住三處香，而室內嘅門窗設計卻更加令人詭異。正門採用外圓內方嘅銅錢圖案，連成金錢劍嘅造型。喺風水學入邊，金錢劍係用於辟邪斬魂，劍尖朝下被解讀為鎮壓亡魂。而樓梯嘅扶手使用嘅係柳州木。呢一種材質粗壯易滑，而柳州木正正係傳統棺木所使用嘅木材，暗示住對亡者嘅約束，並且喺室內前進嘅路線，電梯只能夠上行，不能夠下行，被意喻為有上無下。喺落樓嘅時候，需要繞行複雜嘅樓梯。有傳言話，因為莊月明晚年以龍椅代步，呢一個設計係意在困住莊月明嘅魂魄，阻止其離開大樓。而教學樓內所有嘅女廁通通都設有全身鏡，呢個係因為坊間傳聞莊生前十分貪靚，而設置全身鏡係因為方便坐龍椅嘅角度可以照到全身。正係呢一啲奇怪嘅說法，導致坊間傳聞李嘉誠係因為亡妻生前嘅時候做出一啲對唔住佢嘅事而愧疚，或者係懼怕莊死咗之後帶走財運，所以迫不得已先要借此局嚟困住其魂魄，以延續家族嘅氣運。盡管事後港大官方宣稱建築嘅設計係出於功能嘅考量，比如話柳州木耐用，電梯嘅設計係因為地形嘅限制，而噴泉經過改造之後亦都冇咗三處香嘅形態。有風水師認為坤運局並不可信，但亦都有說法話金錢劍或者係棺材嘅造型等元素係符合傳統辟邪斂財嘅意義，象徵住升官發財。而時至到今日，各種嘅說法同埋傳聞真真假假，其事實嘅真相依然不得而知。